帥的男人是誰？顧少。Yeah，very good。那麼現在，請姑娘們各顯其能。如果谁今天晚上可以把顧少逗開心，那麼樓下那輛車就歸你了。顧少，我敬你一杯酒吧。喝了这杯酒，就能把所有煩惱都忘掉了。顾少不喝，不爱喝酒。我给顾少讲个笑话吧，顾少听了肯定会高興的。停，大家都走開，幹嘛呀？讓開！沒見到顧少不喜歡你們嗎？不理你們嗎？顧少就喜歡我這樣子的。孟涵，看你的嘍。顧少，來嘛，喝一杯。一醉解千愁。一醉解千愁。好，這句話我喜歡。喝一杯。喝。姑娘們，敬！一醉解千愁，乾杯！解千愁。那个人是誰？為什麼會知道我做的那些事？他想幹什麼？如果讓顧西山知道我做了這些，不行，千萬不能讓他知道。來，顧少，還有最後一杯，來喝完。喝不動了。喝完了。好，你們喝。顧少啊，今天玩得開心嗎？開心，非常開心。開心啊？那等會我們去哪兒呢？去你幹什麼？你以為你是誰啊？別跟我動手動腳啊！哎，顧少。什麼？你說錦溪以前留下的地址沒人？是，所以無法聯繫上少夫人。你趕緊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錦溪，不能讓西城啊就這麼跟他分開。是，老夫人，其實這些天少爺心裡也很難受。